舊約聖經創世記中記載，上帝因為人類犯罪，以大洪水毀滅世界，但係又吩咐挪亞建造方舟，等挪亞一家同各種嘅陸上動物得以生存。究竟挪亞方舟嘅故事係咪真嘅呢？咁多年嚟一直都爭論不休。不過呢一個謎團有可能揾到證據。一隊由港人同土耳其人組成嘅探索隊，聲稱喺土耳其東部阿拉涅山發現挪亞方舟嘅遺骸。佢哋攀登到海拔超過4000米嘅冰川，進行挖掘，成功進入位於阿拉涅山被火山石同冰雪掩埋嘅巨型木建築結構，並拍攝裏邊嘅情況。我已經進入咗方舟嘅遺骸嘅內籠。我見到嘅呢，就係一條木嘅樓梯。呢度係一條木嘅樓梯，聽唔聽到有木聲？探索隊員並攞咗部分嘅古木送咗去伊朗進行碳14化驗。木嘅樣本我哋經過碳14嘅化驗係4800年。咁同方舟嘅歷史記載嘅年份係類似嚇。方舟一般嘅講法嘅聖經嘅研究學者講法就係大概4000幾年去到5000幾年之間嘅一個斷定嘅方舟嘅歷史嘅時間。探索隊話雖然唔能夠100%肯定，不過根據地點、聖經同埋歷史嘅記載，相信古木結構就係當年嘅挪亞方舟。所以今次我哋揾到我哋係相信挪亞方舟，因為佢基本上係符合咗呢方一啲地方嘅要求，包括佢已經超過2層，超過1層啦，我見到再有另一層嘅空間。咁另外就木嘅硬度啦，即係嗰個同埋圈養動物一啲嘅圍欄啦，咁我哋都係基本上係符合咗聖經所記載嘅嘢。佢哋仲話山上嘅低溫同地理環境有助保存木結構幾千年，而冇石化或者係腐爛。睇嚟有關挪亞方舟嘅爭論又會再熱鬧起嚟啦。ONTV 記者汪豐儀報道。